果嚴重唔及時處理嘅話咧，分分鐘都會切咗你個卵。喺促排卵過程之中咧，我哋個卵泡會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大，卵巢亦都會逐漸增大，卵巢個重量咧都會大大咁樣增加，卵巢個重量咧就變得唔平衡啦。取卵之後咧，呢個卵巢都唔係可以即刻恢復到正常嘅大細，有可能咧就會變得更加之大。如果呢個時候唔注意嘅話咧，卵巢就有可能發生一個突然翻身，發生卵巢扭轉。如果當你喺體位突然改變之後咧，出現一個突發性或者陣發性嘅一身下腹隱痛逐漸加重，又有呢個腹肌緊張，出現惡心嘔吐、下腹墜痛呢啲唔舒服，甚至咧仲有胃寒啦、發熱、暈低呢啲咁嘅症狀，咁你就要非常之警惕呢個卵巢扭轉嘅發生啦。如果唔及時處理嘅話咧，卵巢就有可能因為扭轉長血要壞死，最後要俾切咗去。咁我哋應該點樣做呢？啱啱開始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嘗試緩慢咁樣往原來嘅位置翻轉，或者提高呢個臀部，輕輕咁樣嘗試唔同嘅體位，睇下腹痛有冇減輕。如果呢個肚唔痛啦，咁就提示呢個卵巢有可能轉翻嚟啦。咁我哋就可以繼續好好咁休息，密切咁樣觀察。如果呢以上呢都唔可以解決，咁就要到醫院處理啦。